孔雀东南飞。欧里一杯为。搿一位诗蛮难识的。有人说，搿个两个人的脚是一样的；也有人说，搿是对道德社会的背叛；还有人说，搿是对尤宝伟最最刻毒的报复；还有人说，搿个是人性的解放。我要说的是，搿一位诗难识。是过去辰光《石川海棠》一共有2个版本，一个版本呢是有位先生叫陆台安理改的一本《石川海棠》。那么我跟的搿个一个先生呢，叫王士生先生，你个阿哥叫王洪生，你读弟兄2个人改的一个版本。但是无论搿2个版本哪行，你读再远，侪拿秦始皇原作前头搿段情节改脱着。改成功啥呢？改成功崔海棠和陆湘云2家头是邻居，是同学，是青梅竹马，是婚约在前，后来才拨了尤宝伟专营。为啥要这样改呢？无非是为此要博得各位听众的赞赏，因为至少辣道德浪向少有人谴责。但是我呢，搿几位诗呢，我还是根据秦始皇先生的精神，我这样改。啥体？秦始皇先生你是这样讲的，是哪个辰光？是搿一个社会的姨太太，但是戏子，你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，不被人家看不起。而搿个2种人物，你都有共同语言。那男就要看你都个脚，如果说是逢场作戏，那就可以不被人家看不起。但是崔海棠和陆湘云2个人呢，你都是真情相许，所以搿个2家头值得同情，值得来思索。我呢觉着秦始皇先生你搿个闲话讲得非常之对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搿一桩事体，你应该同情陆湘云。崔海棠搿日夜里向再有里是分离开2面讲34号，但是等到你文职回转北京，师兄当然要问，师弟呢昨日夜里拿了让罗达，师弟兄2家头无话不谈，这样呢这样多。结果搿个师兄上日光拉起有头盲针，师弟胸口头砰一句：“你这小子，你可是为咱唱戏的出了一口气。”但是陆湘云呢？陆湘云举了2个异常问题，你是默默通人。还有啥娘娘来了冥冥之中，不与我和崔海棠2家头，从今有平平安安。听众们当然晓得。搿个事体留下来，哪行可能平安啊？我个书慢起来慢慢，快起来慢快，一晃1年半之后，现在啥个辰光？现在是3夜快5点钟光景，随了从天津黄安道3号，搿个公馆门口头今朝是发得了闹忙，叫马纷纷。所有的卫兵身浪向今朝枪前心的儿子王，给他红了手打，不好使。为搿种夜台，痴痴当当，鞭炮声声，灯咚当，啥地方还得来？要西瓜讲人家不来开光是回去玩，啥天上个闹忙？哎呀，讲出来你不相信，陆湘云替尤宝伟养活一个大胖儿子，尤宝伟也相信，
搿个乡亲叫深信无疑，因为搿个小囡搿张面孔，搭尤宝贝一时一样，用心法又讲起来叫克隆尤宝贝。尤宝贝是50岁得势，乃乡里哪不要卡我，所以今朝小囡们啊，让天津地界浪向拉开场面，军政要有上过命令，财务倾到位，哇！崔海棠自家欢喜的角儿也在一其中，谁不还得来？尤宝贝对旁不过来对边浪向纪绍勇啊，赶快把太太叫下来了啊！你没看见了？瞧小子啊！是。纪绍勇答应一声，身体阿拉调转，啥体？陆相义辣雷浪向，所以陆相义头痛，要努力喊下来。纪绍勇啪一大路浪奔的辰光，你也晓得你心里向辣暗哈些。小弟说啊，大三，你哪会得相信？啊，只有你相信。搿个姓陆的女人啊，白个女人的肚皮，侪勿灵光，谁里只肚皮灵光？你是啥个采访姨太太？据我晓得，你是实体光法子。到今朝一日，你十样许多女人在侪分享，说明说啊。大三搿句闲话我就勿要讲，你不为养生，你不为养嘛，搿个姓陆的女人你哪会得养？搿个小囡勿是男的，搿个小囡是啥人个？我有点什么？啥人？崔海棠，这纪绍勇厉害假设。啊，因为毕竟你辣浪边浪向有点深嘛，辣浪自家眼睛里向看见陆相义的崔海棠两家头归伊非同一般。但是有一桩事体，你随便讲，你3人都对啊，你想不通。啥体嘛？假使说搿个小囡是崔海棠，那么你今朝像子爷像子娘。搿个面孔侪漂亮，哪会得搿个小句搿张面孔会得像尤宝贝嘛？搿桩事体侪哪弄不清爽。其实搿桩事体乃是弄不清爽。啥体？陆相义有戏之后上身，当然第一个年头，搭崔海棠两家头快点走，双宿双飞快点走。就正浪搿个辰光，陆相义个兄弟辣辣杭州。有肺病嘛，心来，也辣辣医院里向等冬的。陆相义不得不想，假使我现在最后说话，那么留下来尤宝贝报复一定寻他兄弟，兄弟已经成家，为小囡一家人家，全部毁了我搿个阿家水了。每这样一枚尤宝贝来着，尤宝贝辣辣边浪向精养不出。难办，最后崔海棠、陆相义两家头想出来一个李独以为是聪明杀的办法，所以说搿个名头就记了尤宝贝个头上。但是记不记，你想，哪不要上心思？而崔海棠，你为另外一个心思，你不希望将下来养下来个小囡眼睛张开来，看见尤宝贝的第一声。喊了一声爸爸，你不愿意。那么哪能办呢？邵牛坤晓得搿桩事体，是师弟啊，你搿个事体有啥难呢？啥刚种小事体包了我身上，包在我的身上。你叫他听我2句闲话，我当然搿个小牛弄住了。2句啥个闲话？你马上回找陆相义，能早点进医院，马上进医院。第2句闲话，你陆相义一样的辰光，那个消息你要不得真的真。你也晓得邵玉坤你让动啥个脑筋？你来一句叫力带刀将，那个袋子里插头子，要想吊小的。果然陆相义进医院，那么等，你想要等这个10月尾退，这个几乎你叫上星日啊，上周星日，中秋个日天，消息来个着。陆相义将要一样了，那么邵玉坤啪
冒充搿种自由市场里向冲进去。搿辰光搿个物资匮乏，搿个物事勿大有，加上地浪向马儿马女的几乎，也没少女工上去改个，勿是随随便便买一个，地浪向小牛一个一个捧起来里改。啥天你要改一个搿张面孔，顶好到邮报会原地像搿个小牛，结果最后拨你改上一个圆头头面孔，搿张面孔都有点像，门也有几乎铜钿，开价是10块洋钿，10块洋钿，10块洋钿都不肯啊！回家回到最后，拨人家随便拿自家个亲生骨肉10块洋钿，最后少女困就10块洋钿捧出来，所以搿小牛摆辣屋里向为请好奶娘才准备好。搿个蜡烛包部队没蜡烛就偷走来搿只，大礼包好准备。最后，陆香怡养小牛个辰光，接好是半夜里向养着。少牛困里得了消息，搿小牛摆辣地盘里就砰一拎起来。少牛困身浪向盖2样本事啊，2样啥个本事？一把飞刀8步抽样，还一样本事轻功了得。所以搿只地盘来拎好子到医院里向，勿是正门进去，你是飞墙头飞上去。2个路浪向飞上去，窗格打开来，搿个一间房间是陆香怡一家头蹲个房间。啪，飞到里向，陆香怡已经听见50来平方，搿个床抛在当中，让边浪向个小囡自家个囡恩困辣边浪向，听见声音，陆香怡头胖回过来一看，师兄，所以手还让蜡烛包浪向啪啪，囡恩啊，儿子，马上你就能见到爸爸。陆香怡，你以为搿个小囡过去嘛，留下来一家人家团圆着，你万分想着搿个小囡今朝离开那个身边，你再要打你旁头16年，你不晓得。那么搿小囡算过去，地盘来里小囡调一调，2个小囡拍一调，师兄上来讲一句闲话，说师弟担心你个身体，你一定要自家保重，谢谢。少女看身体阿拉调转，啪出去了，飞出窗外，拿个窗刚刚关上，也晓得搿面扇门推开来，门开，从外头进来啥人？护士小姐。护士小姐嘛，为啥么当心呢？因为搿个一个人啥个身高？邮报会个太太，邮报会养小囡啊，不得了啊！过去上去辰光，厨房不大，意大利汉师部，搿小姐是张婆金洞太太，轻咚咚一脚一脚过来，追到个蜡烛包边浪向，拿蜡烛包打开来，准备意大利汉师部一看嘛，一吓，啥天嘛？刚刚养个小姑娘，拿现在一些肚子一把小茶只叫，哎呀，晓得搿个里向有花头精个做啊！还好搿个护士小姐啊，现在说起来还是老护士哦。要紧搭里重新弄好子，把她奔到外头，一只电话拎起来，打拨了啥人？打拨了院长。院长跌打之中奔过来，啥个事体？实讲都跌头着。院长是个好人，马上做2桩事体：一，凡是精算的、今朝哪怕你眼睛看见的，随便啥人，被动的快点追得越远越好，再不要回转来。第2桩事体，更改记录。等到明朝天亮，搿个院长打进来，到陆香怡上门前，笑嘻嘻，恭喜太太，贺喜太太，喜得贵子。陆香怡，你想搿个一夜天，你几乎想困我，但是哪能困得着？为啥？崔海上，你害人了，还不是害一个2个？你哪可以用一个男小姑，今朝拿自家男恩调转去穿帮？不晓得等到搿个院长来一句闲话，也只有陆香怡有搿点资格。为啥？谢谢你们，使我们母子平安。听众们，你也听出来，搿个2高头的闲话啊，侪有技巧。院长踏上来问搿个句闲话，关系到一个是恭喜太太、贺喜太太，喜得
贵子，你养的是儿子。我当你讲，你昨日夜里向，你真正养的是囡儿，现在看到你边浪向是个男小伙，是个儿子。你到底是儿子还是囡？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陆相义回上去，谢谢你们，使我们母子平安。我就是养了搿一个儿子。俺们搿个院长对你看看，你不要当废话的进来，你一气我小姑娘再调出来，哪会讲人家菜为什么呢？我地方你放开啊！有保卫来说，哎呦，搿个院长心里想哦，当当当当当那个跳，打上来嘛，恭喜大岁，贺喜大岁，汤兵之喜。老五汤兵之喜，就是你养的是儿子。有保卫也相信，有保卫真有点不相信，眼睛啪杀过来。所以对这个小囡一看嘛，哇哈哈哈哈哈！把我个小囡碰到水里一个哇，小靠我，上天嘛，这个小囡嘛，我有家里个中文来看我，靠我，不晓得你帮那种小子这样子，比上像个院长，太为人心脏病啊！叭叭叭叭叭叭，心跳，这是有天知地知。你刚子不晓得，我晓得。哎呦，这个里向忽然间飞出不知几花了海了。既然用你能够想到这个一个小囡到崔海棠有关，既然用啊，你已经是个聪明人啊！一大路过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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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到二层楼门口头，规矩不能开门啊！老外头一声报告，三姨的哈。一切准备事宜，今朝身浪向荷龙颜色的旗袍，其他虽是500，随着耳朵浪向都是一副金刚钻的耳环。石岗当被为地上，一切的一切，侪是为之甘肃崔海棠我没喊。现在听见声音们进来，是啪门推进来，报告太太，大帅吩咐，请太太赶快下楼，大家都要瞧一瞧，小大帅就进来了。什么小大帅？是他们那么说的。知道了。喜欢他啊，是。下去吧。哎，是。大营上肌肉有发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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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妈。张妈就是这个奶娘，这个尤宝贝因为实在欢喜这个儿子，结果带来亲自4个奶娘。啥天请10干许多奶娘，我最近这个奶粉不大过关，所以多请2个，一个早饭，一个中饭，一个鸭饭，还有一个是点心，当中我里为点心。这个张妈就是点心奶娘啊，小头老早蜡烛包包这一大过来啊，我去个走啊，准备好我去。山高头将近到大客厅，这个季少云汪啷一声喊起了：“小大帅到！”哎呦，哪子不在那个想哇，大高在了，老公啊，让我们看。你别紧了，让我看了，让我瞧了。结果看下来，乖这个小头搿张面孔我瘦得难看，但是嘴巴里向侪浪很漂亮。崔海棠别人在搿上去，理不能理外，理也要搿上去。崔海棠的脾气，是老实讲，今朝是拿尤宝贝嫡亲的儿子，理也不要看，更何况搿个小囡是辣辣我搿搭已经等至2、3日天，10块洋钿买得来，是吧？葛么崔海棠那个做工来也好点，是你也晓得，今朝有一个人的眼睛，每时每刻在盯牢你了。崔海棠大人，一大路过来，实在是辣辣人圈子外头对里向一张，好了，就落了搿个姬少云的眼睛里向，再去观点，姬少云动脑筋，你以为今朝有好戏看？今朝搿个2家头是父子相会，你以为是父子相会？不晓得崔海棠堂上来看才不要看，奇怪，脑子里啪，你算过一个年头，别过算过一个年头，也会得搿个小囡搿个里向有啥个花头，算过啥一个年头？我觉着尤宝贝看见陆相义来时，哦哟，上面头浪向太太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。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天津卫的刁司令。刁司令好。这边上有那么漂亮的，那是刁太太。刁太太好。这是邵文自己人。这一位就是比你还漂亮的吴老板。吴老板呢，
和太太认识啊啊！太太帮过你的忙啊！崔海棠的老早就准备好在，最终都起来。太太是我们心里办的恩公，祝太太喜得贵子，身体健康，干杯！想压了口，口里还像蛮喊，自家呢还不错，那么盯盯眼睛，也到底应对不理，所以打嘴巴拿起来，吴老板，不敢当，祝你生意兴隆。谢谢太太。记得崔海棠即想碰对陆香怡，但是真的碰对陆香怡，你晓得几乎尴尬。故而搿眼光看侪不敢多看一眼，对眼睛不转，来让瞎打招呼。我喝的不多。香怡当然晓得，自家再坐下去，脸实在尴尬。那么我嘴巴推头一声，我个头一浪浪痛出，大子三男娘娘一路忙着流浪去。等到房间里向身体坐定了，一看季兆勇跟进来，季兆兄，哟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今儿个开心。下去多喝几杯。谢太太。季兆勇心里想杀了事情。陆香怡，你啥个头痛？你头根本就不痛。今朝你比啥人侪开心？啥体？只有我看得出，你搿个眼光里向各种眼神啊！你因为碰头崔海棠，你看见崔海棠，所以你个眼光会得发光头发亮。只有我看得出，你非常卡稳。姑娘嘴巴里向露出来，多喝2杯了，或者我多喝2杯。我去！季兆勇一大路回转去，不晓得将近大客厅，巧了，这个叫无巧不成书。崔海棠虽从大客厅里向出来，2家头把。一个着迷哟，我说吴老板呢？哦，不在大厅上喝酒，怎么到这来干嘛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哎，今儿个酒喝多了，头有点晕哦，所以我想醒醒酒。酒量不行啊你啊，想醒酒是吗？是，有一个好去处呢，太太的书房，去过吗？搿么哪呢？其实崔海棠蹲在里向尴尬，啥天么有办法恶用上侪做得去。想一醉，所以要出来散散心。现在一看嘛，搿个季兆勇自家再不想碰头个人，但是没办法。啥个？让我书房间里向坐脱一些，等待辰光差不多出来嘛，有办法，估计也已经吃醉脱个子。好啊，可方便吗？方便。吴老板，今儿你是贵宾，最方便了。跟我来。季兆勇随便大路，走出几个弯，走到一个房间门跟前，把门推开来，里向木凳车呱过来，真叫锁门入路，汽水打一动，一盏12寸的吊灯，灯子之间光芒四射。我说吴老板，来，请，坐，书房好雅致，雅致。你不知道，咱大帅喜欢太太呢，这全是大帅买来的东西。季副官，我说，喝茶。谢谢。醒酒了，喝茶。我看你呀，真是辛苦了。哎呀，咱这种没出息的人能干什么？伺候太太怎么没出息？哎呦，就算是美差吧，这种美差也长不了了。哦，怎么了？你是不知道。咱大帅呢，又看上一个女人了。哦，哪儿的？日本人黑色，记住日本黑色，啥面孔看上去像真的人啊？扬州，一个扬州美女。哎呦，搿是俺们说拿扬州去吧。哦，扬州美女，哎呀，扬州也是好地方，鱼米之乡啊。哦，这你不懂。我怎么不懂呢？哎呦。这的太太咱混熟了待人也不错。扬州还不知道是哪路妖精呢，这也是做人难嘛。哎呀，喝茶，谢谢。到这了就别客气了，喝茶好吧？醒酒，窗户给你开着，外面就是花园，是吧？我说吴老板呐，有一件事情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人都说儿子像娘，有这句话？有。可是咱小大帅的金莲，硬是和咱太太一丁点儿都不像。哦，不像。哎呀，季副官怎么不像？我看得清楚。像，可是一模一样的。是吗？
做哪个子？你让我说啥？看得清楚。你看也分看啥？看得清楚，哈哈。可是你得仔细瞧，其实他的脸和他大帅也不怎么像，也不像，也不像吗？你要仔细瞧。哎呦，这小眉毛、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耳朵，没有一丁点儿的像。哦，这多着呢。天下孩子，不像爹娘小嘛，看不见。是吗？可是我怎么总觉得这小子怕成是给人家调包给调走了？别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季副官，你想想，这可是大事儿，谁敢在大帅头上动土啊？这话怎么说？大有人在。我告诉你，大帅有那么多女人，谁不眼红？张军长他妈的就是一个。大帅有那么多钱，谁不眼红？我告诉你，和你吴老板弟兄，告诉你，我季兆雄就是一个。哎，季副官，我看你喝醉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打个比方，你和大帅，哎呀，若是认这个权势，认这个钱呢，你吴老板，你听着别生气，你是这个，啊，大帅可是这个，可是若是论相貌，论性情，你吴老板是这个，大帅。你真是。要是太太她既给人又给钱的，你上不上？机会难得，换了我他妈的我就上。哎，你说这话，就不怕大帅知道吗？什么知道不知道？我没凭据，我敢胡说八道。有凭据啊？啥个凭据？现在闭上呢？哦，有凭据？有，当然有。哎，季副官，既然有凭据，你应该告诉大帅去啊。吴老板，这个你不懂了。怎么？这种事情，你一开口就是几条人命。做人呢，要讲究这个德字。哦，那个你会得了。那么呢，从这个闲话里向听得出，你不凭据，不凭据呢哈，不能再当你都讲啊啥句？哦，哎呀，这话说的也是对。我说吴老板干嘛？好多了嘛？哎，就刚才头不是晕，现在茶也没好多了。喝个几口，怎么？哎呀，我怕大帅找我呢。季兆雄什么话得罪你吴哦，老板吗？没，季副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走了。你是想这样？这个季兆雄啥等样的角色里，几句闲话怕一讲就看出来了。你可以上面孔一些白，一些红，一些红，一些白，你白玉是体。今朝哪样来只有机会来的？季兆雄虽然条子军人的把立起来，两步路走到那个门前一拉，吴老板，怎么？怎么说呢？家乡发大水，老娘给冲走，好几次不好意思。吹黑到你追呀！你明明晓得你手里向不凭据，你真过追，你嘴里头弄来没办法。所以有句闲话叫性格决定命运。吹黑到今朝心里向得得动，你既然用搿点闲话讲下来，或许不凭据，你也有啥蛛丝马迹。搿么哪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用脱点铜钿，免脱灾祸。要多少？错！你个出老你发生搿种事体，你怕对啥样的吧？你让我说啥？要多少？干嘛没啥客气？今朝我狮子大开口，我嗷那一口，当得一个嘴头出来，少说也得这个数吧100。当这个出了，你100块洋钿，差得太远了吧？1000。还差一大截子呢。哎，对你妈妈，你开做讲呀？难不成是1万？吴老板，哎，到底是名角吴老板说的对。季副官，我是戏子，唱唱戏而已。你把我卖了，不值1万呐。吴老板，你客气，
你谁不知道啊？据我所知，还用不着你出钱呢，用不着你出钱。什么？有人肯替你出这个钱呢？谁肯出？什么人可以出？一个女人。这种呀！哎呀，清清爽爽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上人为用得着讲啊，她口中一个女眷才不是相依，于是谁？看来是为了牵女非女士，释放相机，他与爱悲，爱思想，我与相依，应是多情人。难得个相与儿，早已路奇归，此刻是绿上娇妻，闻不绝，不与我心绪落落难背。哪能？眼睛嘛，你只有两条路：一，乱做理，不理会；第二，不懂理，一命于一点。不妥当啊！如果我现在跟老狗子不理懂理，这个人啊，不知是么罪，连不会胆子啥讲道。倘若我此时将他来拒绝，只怕夜中好雨呀东风来。但辰光事体抽帮下来，四个不是我的相依，侬为班子里向搿点人，搿么哪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将时候能够这种归，这样聪明的崔黑道一点点办法都没得。季副官，你再说一个女人愿意出1万大洋，是心甘情愿的。为什么？是我有名儿，还是因为我长得漂亮？什么都是。可是还有一点，你吴老板，你得往深处想。什么深处？孩子。什么孩子？我说吴老板呐，你也就别装了，你这里边可是比我都要清楚。清楚什么？什么清楚？我说吴老板，今儿你是便宜的，今儿这1万块大洋，可是3条人命的。哪3条？坐稳了，听仔细。这第1条人命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军儿您吴老板。这第2条人命，就是楼上太太罗香姨。这第3条人命，就是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我去，给你吴老板调包调走的，回去了。
还要说吗？说，搿出个半月事体，那个讲闲话力道也没搿只。其实搿纪绍兄，你要想说啥？第三句再要紧，给你调包调走的漂漂亮亮的儿子。但是搿个凭据没，到底搿个医院里向把你弄的是儿子还是囡？但是纪绍兄个人何等聪明，最后把你一想出来。医院里向那像几伙人，眼睛几伙，你调来调去，哪可能男调女，女调男？你只可能男调男。确诊啊，1万块让你到手。我说你吴老板，你坐稳了，这第3条人命就是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给你调包调走的儿子。什么事？我弄这么你的财富晓得？呼，想得个浪向我吹海到你什么？今朝只有一落天躺平呢，非则是没完结的。所以汽水得这么下打一记。干嘛？纪兆雄啊，纪兆雄，好啊！平时你敲诈勒索，50、100，我从没回绝过你。我不是看你份上，我是看大帅份上。今儿个好了，开口要1万大洋。好，这走，见大帅，我给你1万。能？我说吴老板干嘛？是我见你怕，我见你怕。老实说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无愧于天，无愧于人。我提醒你一件事，我想你一定记得，去年的11月7日，我到2米街给太太送信，正和太太说话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太太的内房里边走了出来。他是谁？他是你吴老板。当时太太她就别提有多尴尬。我没走，我在门外候着。虽然我当场没有抓住你，但是在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打听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你邱海棠，邱海棠的名字。老板当初至于这样桩事体的，但是现在我只能按得走。那个只想你先哭出去，你哭出去，马上跟上来，你一追我马上追。你他妈的，砰！纪绍勇努力手，啪一坏的，小子，我也知道你拿不出这1万块钱，可是楼上太太太有钱了。难道你姑牛身上一根毛你就不想拔？纪兆兄，你给我听了，今儿个就1毛不拔。你真不想女人方便？我无需方便。我再叫你一声吴老板，咱都是码头上走的人，别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怪我纪兆雄心狠手辣的。叫声你纪兆雄啊，纪兆雄，怎么样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好，小子你嘴硬，你坐着你别动。纪兆雄啪，身体吊转，猛挣下来，啪跳出去，啥地方去？都看清，啥去？你要去告发崔海棠，到底哪要明朝记住。